年輕人嘅第一部車，如果10幾萬你自己揸 fit 啊，曾經130幾萬嘅 SL300，嗰時嘅 Benz 仲係自吸嘅 V6 3.0嘅機器，玩舊 Benz呢，一定要玩銀色嘅。有車主覺得而家啲祖母綠時髦啲，貼咗個膜啦，睇翻啲門邊，查博士過晒㗎啦。之前就某野雞第三方公司話佢水浸車，原因就係兩邊座椅螺絲擰過，地氈都唔望下就話人水浸，因為當年4S店保養錄錯公里數，咁啊話人調標。更搞笑嘅係佢一手就係廣州仁孚嘅試駕車。你話 Benz 4S店會唔會自己賣調標車啦？呢啲位有少少開裂㗎啦，呢度巢巢地㗎啦，門皮啊呢啲位置仲好靚，方向盤都係冇損冇爛到嘅，座椅記憶、通風加熱，不過個按摩就用唔到㗎啦已經。咁啊車主擺喺度記仇嘅，所以呢啲小問題都冇去整備啦。係波棍啟動嘅 Benz，只要你插住鎖匙，你用波棍係着唔到車嘅，要掹咗條匙。83545公里，過戶3次嘅車，全車冇任何滲漏，底盤膠全部檢查過都係靚嘅，開起身就係2個字緊緻。車況就呢邊葉子板同埋嗰邊葉子板都有少少鈑金，但係攞內窺鏡篤過裏邊係冇焊接啊，冇成正常嘅一啲凹陷修復啊，你唔用都可以自己電動升佢起身嘅防滾架，開篷亦都係冇漏水嘅，大腳比優係標白煙，唔係藍煙，都唔係黑煙，呢啲價錢買到就係執到啦，係嘛？